我这个拳呢，就是要平，从心这儿，也叫平心锤，也叫延寿红拳。它是这个挂力，这个往后挂，这个拳打出去，这拳是拧出去的，而要平，不能抛出去，这不行，没劲儿，把劲儿就自个消耗了。哎，你看这钻头，你知道吧？钻头钻眼儿的钻头，得要直啊，咱这不一弄都钻不了了，眼儿钻不了了。这就是一扎就把这洞上这一个洞啊，要平，越平越好。哎，现在不要使劲，现在一使劲就练不好了，先慢慢练。到这我不打劲，你看，你看，要求，来下这光，走安静。又输了可以发了，我还是走后腿啊，哎，还没有发劲呢，还是走后腿。哎，还是，哎，好一点了，好，对，哎呀好要嗨，哎，好，哎，不要，哎，微开，哎，这样不直脑子，啊。不要直，打完了自然松，啊，松了吧？不是，打完了不能这样，打完了，松了，自然松。这是螺旋，跟这枪子弹，打枪子弹不是出去，是吧？都是有螺旋的嘛。你枪子弹出去，这样出去它就也打不远，它也没劲儿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力学。哎，而且这个挂劲儿，这挂，还要哈气，嗨气，行，好，不能老练，不能老打伤气，哎，这是一个动作。